大家好，又係我啊！大灣區最勤力嘅男人。咁啊，今日睇翻華慈酒店對面嘅蔚來充電站，已經差唔多進入呢個完工階段㗎啦。依家揸埋線、拉埋線，同埋普通基本嘅所有嘅硬件、軟件都基本上係90%㗎啦。咁啊，依家清潔緊個牆同埋測試。咁啊，跟我嚟呢3部儲能同埋主機，咁就可以通電測試㗎啦。這個地方呢，本來是有幾個常規的開關的，就是常規的250的開關，大概這邊有4個。然後現在為了配合這個未來的換電站呢，我們更換了2個630的開關。好啦，咁啊，依家帶大家嚟後面睇，之前嘅充電站仲喺度保留住嘅。依家帶大家嚟睇下後面嘅儲能。成套系統就咁樣嘅，車入嚟，跟住就換電喺個底度，全自動化換咗電，將舊電繼續去溫翻叉翻嘅。而家大陸嘅速度咧嘅續航，2代刀片最新式嘅可以去到800幾公里，咁啊蔚來通常係85度電啦，85度電你試諗下，如果喺香港咁樣嘅運作，85度電通常喺出邊換電嚟講300蚊換一嚿電。可以行到800幾900公里嘅，咁你計數每公里都係講緊2毫幾3毫子啫。你自己部油車行嘅入油嘅價錢對比，因為換電咧係完全係冇損耗嘅。你架車即管係唔需要驚嚿電嘅損耗，咁希望香港及早盡快行到中國嘅速度。多謝晒。